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今天来到了台中大甲溪畔，由客家宗族刘氏开垦的新社下水底寮聚落。看到这里许多历史的痕迹，像这一块皇帝赐给举人的文魁匾额，就是客庄的骄傲。而村内许多建筑至今也保存得很完整。我现在看到的就是泥砖屋吗？是，我们早期的先民刚来这边的话呢，就找那个泥巴混合稻草，然后用沙子装一个方块，然后呢，等它晒干以后就成型，然后利用到泥土跟就用那个泥巴来建房子。后来呢，因为呢，为了美观好看，外表呢附上那个水泥其实里面都是泥砖的。所以我刚刚看到的很多水泥墙，其实里面都是保留最原始的这个泥砖。对，是。最底层有那个鹅卵石嘛？那鹅卵石是由大甲溪里面那个河床那边很多那个石头去捡回来当那个基座。圣王庙为聚落的中心，是刘氏宗族来台时所带来的信仰。后来为了抵御外敌，又在聚落四方设置将寮。将寮是由圣王庙派遣天兵神将驻守其中，是保卫村庄的护法神。这里的将寮又与其他中部客家地区不同，没有设置象征物而成为特色。徐大哥说，不管将寮中有没有具体形象，都不影响他们诚心的祭祀，因为有心意才是最重要的。徐大哥，我之前看到的酱寮里面都有插令旗，这里好像没有放任何的东西。因为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这个酱寮本来就这个样子，然后里面呢只有一个香炉插香用的，还有一杯茶，其他没有东西。这当然跟别的地方就不一样。像东市那边的酱寮我有去参观过，它有插令旗，我们这边没有。我们客家话叫考将，意思说犒军、犒赏军人就对了。他为了保护我们嘛，保护我们村民嘛初一十五都要请他在我们庙里面做客，犒赏他，就这样。我们这边有3个将流轮流，有的10天，有的1个月，有的1个礼拜，每一户轮流祭拜，早晚祭拜。我发现好像是中部的客家人才会有这种就是酱寮的这种习俗，因为我在南部跟北部比较少看到。是。早期的大埔客家人来到台中时，环境的恶劣与拓垦的艰难，不是一个人就能够解决的，所以常以宗亲家族为单位共同面对。无论是宗族还是将寮，都是凝聚人心、团结在一起的方式，为的是共同坚守我们的家园。